建设公司在施作联系壁的过程当中，因为打到地下4层，联系壁在打的过程当中，因为水压的均匀性以及里面疑似也有杂物，所以变成有漏洞，来造成整个联系壁的打塌。这样一个打塌以后，就造成隔壁所有的邻居受到整个损害。那目前受损将近有66户，那这些市民我们已经安置好在旅社里面。至于建设公司已经要求他们勒令停工，同时我们立即修复所有的瓦斯水管，让我们的附近的居民能够适时的还可以提供。更重要的，我们马上紧急抢救，让这66户整个经过土木结构技师的勘验，目前状况非常的稳定，没有再崩塌危险之疑。那我们要花大概2-3天的时间，把管线修复好，联系壁打得夯实，让我们公安做得更到位。疏散了，总共这样预防性疏散总共有80户。那目前所有的安置都完成了，还是有部分已经有人就是他们住户可以回来了？目前是有66户100多人，我们都已经透过区公所，有的安置在饭店里面，都已经安置完成。那我们意思是说，希望把公安做到好以后，才可以回来。那目前看我们的工期以及现在施作的情形，大概要2-3年的时间，把它做得更完整，大家确定都没有问题，就可以回来。当然，现在的危险是没有了，但是因为住户里面的水管跟瓦斯管还没有接通，可能等我们把它接通以后，安全无虞再回来是比较适当。